那个简大哥今天这2天圣歌队都没有会后诗，所以那个最后那个 PPT 都不需要放，就是礼拜以后没有会后诗。大概10点才吃到。123，雅明路。
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是果的知因下，因要因为你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要互因啉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主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咱来做伙吟诗，圣诗第406首，细汉囡仔的朋友，406首，请会众起立来吟。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水，是水。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我主耶稣。好山那一关的主，好山那一关的主，好山那万有的福，但记着有路。细汉囡仔。咱犹原兄弟来讲读新的界面，咱请阮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头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进的后界是全儒学甲先知的总拳头。我要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咱启应文第22篇，信息的后壁。33面，记载伫诗篇103篇，诗启应文22，我来启，咱来译。我的心性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性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物足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尔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下吹就无去。
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权连天使啊，听伊的声，正伊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同心来祈祷。主讲，我是阿里法，是欧米伽，是头一个，是落尾的，是起头，是煞尾的。亲爱的上帝，我要用谦卑、感恩、恳求的心，伫旧年的头一日来到你信的所在，朝见你。亲爱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的保守甲照顾，互阮安宁过一年。感谢你照着圣囝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得救赎。诚做你竞选的族，王的祭司，神的邦国，上帝百姓，恢复甲你同行的恩典。我要安尼献上感谢甲学乐。伫即个新春的日子，人人爱穿新衫，戴新帽仔。求主也帮助阮，脱去旧人，穿起新人，互阮知老人伫基督内面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拢变成新的。互阮的性命有你的样式，用基督的心做新。搁除去阮因为环境甲世界玷污渐渐硬化的旧心，求主赏赐新的肉心，将新的灵放伫阮的内面，互阮顺从你的典章，遵统你的律例，引带阮行伫你圣旨意的道路上，时常渴慕你，亲近你，欢喜读你的话语，尊主做大，以神为乐，听主听人。即时恳求圣神的慈爱充满阮，像主耶稣你所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离开你，阮袂当做啥物。主，阮毋要因为甲主你的相结连，得到大的快乐，因为阮知伫内面的比世界较大。求主也透办阮心中所有的艰难困苦，互遐会引起阮软弱惊吓的代志离开阮。阮要对你得到换心，你赏赐平安的喜乐，互阮的心欢喜，灵快乐，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新的一年，伫阮的教会，你要做新的事；伫阮逐人的中间，你要成阮的愿。求主保守伫新春期间，全家大细出外拢平安，满有你的喜乐平安。伫阮的心，原来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们。学乐圣歌队今仔日要献诗是每一天我需要你。
圣经，咱今仔的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34章第1节甲第7节。我先用咱台语汉语版来读，然后再搁用和合本修订本来读，因咱今是荷塘礼拜。出埃及记34章第1节甲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拍两块石碑，甲以前的相同。你前所拍遐个碑，迄顶面的字，我要写伫遮个碑。明仔早起，你着备万遍；透早，你着上西奈山，伫遐伫山尾溜，徛伫我面前。毋通有人来甲你上来，遍山拢毋通看见有人，伫山骹也毋通互牛群、羊群食草。伊就拍两块石碑，甲以前的相同。摩西透早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伊会上西奈山，手里摕两块石碑。耶和华坐云临到。甲伊徛伫遐宣布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对伊的面前经过宣布讲：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为千万人存慈爱，赦免罪过失甲罪恶。决断无掠有罪的做无罪，要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孙到三四代。摩西紧紧如你敬拜讲：主啊，我若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求主伫阮中间三角行，因为这是硬暗棍的百姓。阁求你赦免阮的罪过，甲阮的罪恶，掠阮做你的产业。出埃及记34章1到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要把你摔碎那板上先前所写的字，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那里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上去，整座山都不可见到人，也不可有羊群、牛群在山下吃草。”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他清早起来，遵照耶和华吩咐他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2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可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俯伏的敬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主在我们中间同行。虽然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主赦免我们罪孽和罪恶，接纳我们为你的产业。我们圣经读到这里，那我们请我们黄之梅牧师讲到一言复始，万象更新。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的小朋友也在，所以牧师呢，其实尽可能呢，在新春礼拜的第一首赞美诗，我都会挑儿童赞美诗，就是希望呢，小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哈。那因为今天是荷塘礼拜，我们就是大大小小都在，所以呢，我们依然就是依照惯例，我们讲道的时候呢，牧师讲道的时候就会用华语讲道。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主，你说我们若遵行你的诫命，你就要施慈爱直到千代。主，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坐在这里，都在你的面前一起敬拜、领受主你的恩典与祝福。愿主你的恩膏如流水，细水长流，直到我们的千代，都在我们的儿孙、子子孙孙们都蒙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整整3年多，大家来猜一下，我们建成教会总共有几对新人结婚？快点，1、2、3，比一下，看有没有谁猜中的。错，不是5对，不止。10对又太多了一点，再一次，再一个人来，6对还是太少，我们总共有7对新人结婚。好，到今天，在追求浪漫婚姻的这个过程，夫妻双方应该如何分配规划家庭的财务收支这些问题，许多的新人可能认为没有必要，或者是下意识的会选择回避这样子这种比较敏感又容易引起尴尬的问题，就避而不谈。即使这是很重要的、很实际的课题，但毕竟谈钱就怎样？谈钱伤感情嘛，哈。那特别呢，在夫妻在法律上呢，也有受到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呢，扯到法律又更伤感情。可是法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的职场有什么法？劳动契约劳动契约还有一个，如果像幼书这种机关的，可能需要什么协议？保密协议。那当然还有性别平等法等等。那买卖租赁房子呢，有不动产买卖契约跟租赁契约，还有在我们日常一般性的消费，就像小豆豆拿着钱去买东西，也有消费者保护法，可以保障小豆豆的权益。如果他看了一个非常大的圣诞老人，那个商家标错价，一个圣诞老人呢，应该是，假如说是1000块，他标成10块，小豆豆拿10块去跟老板买，老板要不要卖？一定要卖，对不对？因为这是他的权益被受到保障。好，今天的经文段落呢，就是跟法律契约有很大的关系。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一路走，因为我们过去这一个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一路走到他们这一行人一路走到西乃山，上帝在西乃山上颁布了10条诫命，也把这10条诫命1式2份，好，分别刻在2块石板上，交给摩西，2份一模一样的，正反面都有，就像我们签契约书也是1式2份。交给摩西之后呢，然后呢，在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段落，我们过去读经进度在24章，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我要将这个石板，就是我写的这个律法诫命赐给你。”然后摩西就上了山，在山上待了40天，对不对？好，大家都记得。然后呢，耶和华上帝就把这2块石板交在摩西的手上，是上帝用他的手指头所刻的。这石板的2面都写了字，正反面都有字。就这样子，摩西呢就领受了这2块非常重要的礼物。怎么说？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竟然愿意屈就自己，主动跟这一群幺八叉，整天只知道混吃混喝、扶不起的阿斗的这些百姓立约。通常你会去跟一个人签订条约，一定是他有开出样什么相应的利益，你才会去跟他去签约嘛，对不对？可是上帝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这2个完全那么不对等的存在，上帝竟然他要主动的跟这一群扶不起的阿斗来立约。上帝要这样子立约的这样的事情，对摩西来讲真的是又惊又喜啊！因为从出埃及之前的经历，在埃及的10灾，然后过红海，到了旷野的玛纳、鹌鹑、磐石出水，然后又击败了什么？击败了他们的强敌亚玛力人。种种的事件来看，上帝其实他陪伴到如今，上帝所做的已经完全超乎摩西所求所想。然后呢，如今竟然还要跟我们来立约。
所以摩西非常满心欢喜的，他要赶快下山，把这份大礼跟百姓分享的时候，就在他看到百姓的那个画面呢，摩西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啊。在32章那边有谈到，摩西转身下山了，然后呢，他走进营前，就走进百姓的他们安营的那些地方，看见了金牛犊。好，上个礼拜一节牧师讲到，他看见了金牛犊，又看见有人在那里跳舞，摩西就发烈怒，一气之下就把那个石板摔碎，把他手中那个石板摔碎。以色列百姓不但用一只金牛犊取代了上帝，向他膜拜，还在这祭拜牛犊的这个庆典当中来跳舞。或许大家会觉得跳舞就是欢庆嘛，没有什么，应该还蛮正常的。可是在这里的跳舞，在旧约时期，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的文化，那个跳舞，祭祀礼仪的跳舞当中，那个跳舞啊，其实是一种充满情色、淫乱、污秽的肢体动作。他们把声色场所那种男欢女爱赋予了宗教意义，毫不避讳的在当地的文化，毫不避讳的把这一些端上台面。以色列从10灾出埃及到进入旷野的整个过程，前后到如今大概将近快要1年的时间。他们一路上见证了上帝的全能，经历前所未闻的事，亲身经历。但是摩西才不过上山40天，才40天。摩西在西奈山上才40天，在山下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就已经开始向往着入境随俗，想要跟当地的文化风俗一样，假借宗教之名行狂欢作乐之时。摩西看到这一幕，本来他是充满盼望的，满心欢喜的抱着那2块石板要到山下来，他一瞬间就掉到了绝望的深渊。他很本能的就把手上的那2块石板摔碎。或许有人说，摩西怎么胆子这么大？那上帝给他的石板，他就这样给他摔碎哦。其实并不是他胆子够大，而是他知道这份契约在那个当下已经失效了，有跟没有一样，已经完全失效。就像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也曾经说，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位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呼召你们的上帝。这群以色列百姓完全误解了上帝的本质，他们把上帝跟当地的神明摆在一起，他们归类在一起，用当地祭拜神明的方式来祭拜上帝。说穿了，其实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宗教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他们可以生活得很舒适、很好的一个手段而已，就不过是一个幌子。想当初他们在上帝面前才信誓旦旦，用牲畜的血立约，一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是否也会在有意无意当中，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约定看作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契约，看作是一种满足自身利益而去约束对方的存在？我们会不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然后去约束上帝？说上帝啊，你一定要照我的想法去做，你一定要给我这个，不能给我那个。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不小心、不知不觉当中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然后呢，一旦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一旦上帝无法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就会想要设法来终止契约，或者是提前解约。基督徒常说婚姻是属于盟约，同盟的盟约。在越来越讲求基本人权，也越来越强调公民意识的后现代，离婚率不断的攀升。当然了，离婚率攀升的它的原因，离婚的本身它的原因就是相当复杂，有很多都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先撇开结构性的问题不说，我们若就单就夫妻2个人双方的问题来看，为什么一对新人进入婚姻之后，他们的婚姻会变质？
就是许多新人在进入婚姻之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其实已经改变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要从契约的角度，不能再用契约的角度看婚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许多的契约，我们会不自觉的用契约的角度来看婚姻。但是呢，我们应该要转变自己，从盟约的角度来看婚姻。盟约是什么？盟约就是2个以上的团体受到誓言所约束的关系。我们要留意的是，盟约的约束力跟契约完全不同。盟约跟契约的约束力完全不同。契约是基于对方开了什么条件，来满足自己的利益所定下的契约，所签订的契约。但是盟约呢？盟约其实是为了约束自己。盟约是用来约束自己，然后让彼此的关系可以长长久久。盟约的目的不是在于像契约那个是利益的存在，契约是以利益为主，但是盟约是以关系为主。盟约为了维持双方的关系，是要来约束自己的。当我们每次在婚姻结婚的时候，结婚礼拜，不管是新郎还是新娘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当我说我愿意如何如何的时候，不是在约束对方你要怎样怎样，而是在约束我自己应该要如何如何。盟约的关系仅仅就是我愿意而已，不是用来约束对方的，而是用来约束自己的。盟约是要约束自己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以色列百姓他们就不会约束自己，他们放纵自己，以至于摩西将石板摔得粉碎。但是即使如此，当我们在出埃及记再继续往后看，也就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来的读经进度里，1-2个礼拜的读经进度里，即使如此，摩西依然替这群扶不起的阿斗来祷告，向上帝祈求。于是呢，就在今天的经文段落34章第1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好吧，你就再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听你的祷告，我听你的祷告，你就再去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帝之所以会让摩西凿出2块石板取代先前摔碎的，要与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我们都知道，其实并不是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并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用他自己曾经许下的誓言，上帝他约束自己，上帝他约束了自己，他以他自己的属性约束了自己。在今天的经文第5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5节到第7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怎么样呢？耶和华宣告，就是他向摩西起誓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上帝在此向摩西启示，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在第6节、第7节说，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即使以色列百姓认贼作父，不配得这些怜悯跟恩惠，但是信实守盟约的上帝，他愿意约束自己的怒气，他愿意怜悯他们，赦免他们，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7节，但又说，又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他不会，你明明有犯罪了，而且是很严重的罪，还把你当作没事。对于那些印着景象彻底，咱台语讲见讲拢无要听的啦，见讲拢无要听的，怎么样他都不听，就是要背弃盟约的人，上帝也会约束自己的怜悯，不会溺爱到让他们六亲不认。有的时候上帝会约束自己的怜悯，有的时候他会约束自己的公义。
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他还是会管教。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盟约是愿意维持我们彼此双方的关系，因着这样，他愿意约束自己。因着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约定，他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约束自己的怒气，约束自己的审判权。他忍住不行审判，他忍耐，他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还可以与他一起维持像父子般的关系，直到永生。最近过年，有一些人会在追剧。牧师也最近有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绝地盟约》，这是有奥斯卡提名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看过。《绝地盟约》这部电影是描述1972年乌拉圭的某个航班，它在海拔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安第斯山脉遇难坠毁。仅存下来的20-30个人呢，将近30个人，他们必须仰赖飞机上非常所剩无几的粮食，因为他们其实飞行的时间不长，所以呢，其实他们并没有带太多的粮食。在1972年那个年代，物质条件也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丰厚，他们只能仰赖飞机上所剩无几的食物为生。一开始他们还期待救难队。一直忍着，然后一直到差不多将近1个礼拜左右，他们可能有人就是把收音机那个类似收音的那个系统接通了，他们就听到那个就是广播说，他们已经就是山下的人已经放弃搜救，他们非常的失望。时间再继续往前过，因为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山。一个人能忍耐多少的饥饿、饥渴？到一个地步，就有人提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吃尸体？就是那些已经死了的人的尸体。”问题是，他们是一支橄榄球队，跟他们同机上的人，就是自己的队员、队友，跟他们的亲朋好友，不是不认识的人，都是认识的人。当这个人这样提议之后呢，当然就开始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牧师简单讲，就有人说，就把它当成遗体捐赠吧，遗体捐赠不也就是这个道理吗？那又有人说，遗体捐赠也要当事人同意啊，可是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立下捐赠遗体的那个契约嘛。他们还没有办法来得及立下承诺就死了，怎么办？然后可能又过了1-2天，因为1-2天在那个时候在山上，他们没有任何御寒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可以生火啊、煮东西，他们就有人已经受不了。他说，有一个人提议说，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来吃我，我让你们来吃我。然后呢，他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就走出去，就开始去处理尸体。时间在一直往前走，有的人开始吃，有的人还是坚持不吃。好几十天过去，大家都背负着非常沉重的罪恶感，靠着吃人肉维持了几十天。他们大概是从第10天左右开始吃人肉这样的事情，吃尸体。然后呢，到了60天，他们在那边待了2个月哦，整整2个月在山上哦，海拔3000公尺。我想我们有去追雪过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装备，大概1天2天我们就受不了了，大概就挂在那边了。他们就这样子维持了2个多月。然后呢，有一位年轻人，他们其实因为橄榄球队嘛，其实大家都身强力壮。后来有一位在睡梦中就离世的一个青年，因为他受伤，他手里握一张纸条，当他过世的时候，就
他的队友就把他手里的纸条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个一个还活着的人，大家传阅。纸条上面写着：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就在约翰福音15章的经文。弟兄姐妹，在某种属灵意义上，我们不也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才得以存活吗？我们不也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每次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他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又拿起杯说：“这是我所流的血，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也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们才能活得有意义，我们才能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才不会背负着那些罪恶感、罪疚感，我们才可以不断的更新，难道不是吗？如今耶稣的愿意也成就了我们的愿意，我们愿意为了这份爱，为了耶稣的牺牲，我们也牺牲自己的时间，我们约束自己的享乐，参与敬拜。我们知道亚明哥他因为他在日本出差，偶尔回来台湾，就在他偶尔的回来台湾的过程当中呢，就被牧师逮到了，好，邀请他来在今天的圣歌队献诗的时候来做其他的服事，因为牧师实在是不忍心让心如伯彦带着2宝，还有一大清早的这样子来服事。牧师就私底下赖亚明，因为他也在日本也1年的时间都没有摸吉他了。我说亚明不勉强，如果你愿意的话，好，我们很欢迎你。就亚明二话不说，他就答应。我们愿意约束自己的时间，我们也约束了自己的骄傲，不论弹得好不好，不论我们的时间够不够准备的够不够充分，我们愿意约束自己，参与在这个敬拜里面。我们也愿意为了耶稣的牺牲这份爱，放下自己的面子，在聚会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分享。在分享的时候，大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大家愿意约束自己的骄傲跟面子，为了要成全这连于元首基督的身体。我们也愿意为了这份爱，牺牲对金钱财产的使用权，来约束自己的消费，奉献给教会，供应我们属灵母亲一切的需要。我们也愿意为了这份爱，轻看自己本身身体的状态。我们有许多在爱餐侍奉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会约束自己不断跌落低谷的情绪，因为身体的病痛。不只是爱餐服侍的姐妹，我们招待，还有甚至我们在圣歌队里面，好，许多还在化疗当中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们愿意约束自己，在病痛当中依然服侍，为要得着那在灵里与主相交的喜乐。今天的经文第9节，摩西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虽然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接纳我们为你的产业。”弟兄姐妹，在与耶稣的盟约里面，看起来好像处处受限，始终被约束，但我们并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好像奴隶一样，而是蛮有生命力，蛮有喜乐，蛮有盼望，称上帝为阿爸父的儿女。愿我们能完全摆脱那群已经出埃及却似乎仍被奴役的那一群以色列百姓的状态。我们要摆脱那个在契约当中好像还是个奴隶的那个状态。愿摩西为他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为自己也为彼此的祷告。今天是青春礼拜，大年初一，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愿我们继续为自己也为彼此代祷。
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可以为了上帝心甘情愿的为了这一份盟约，我们来约束自己，使尽全力不让自身的欲望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断的膨胀，也不让不满的情绪无限上纲。在患难跟试炼当中，我们总要忍耐，总要约束自己的心，不偏向虚妄，在基督里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暂时忘了自己的身份，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应着景象，做了让你蒙羞的事，恳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继续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产业，作为你宝贵的儿女。也愿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在你爱的盟约中，能将这份爱传递出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信诗第383首，主有恩典大慈悲。信诗383首，请咱会友起立来吟。请坐，奉献。咱请服侍同工。咱即马请咱起立来做伙要来吟奉献的诗。
请坐。咱虽然是新春，咱嘛共款继续有公道的事项，请咱做伙来看周报内面，咱共款为着教会义上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来继续一年的开始，咱继续为这个目标来跑走。第一项，咱求主帮助咱伫新的一年，咱会当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因光上帝教会。咱持续的为着咱的肢体，咱周报所写经书节、王兰节、甘基节、德明兄、秋敏节、宝玉节、丽水兄、义美节、杜昭节、秀龙节、圣雄、义利、以诺、英泽赵正、淑贞节、彩颖、世敏他手术回来了哈，在休养。还有会中是复健的，有会中、碧莲、史凯华、洪荣、千惠咱特别是一直在提名台岛的，为了有肿瘤在做治疗的静茹姐、雅娜姐、怡君、仁吉，搁一个就林文成甲嘉靖，咱一直要来三体祈祷吼。过来，咱为了新春出入平安，大家团圆来因光上帝，来喜乐满意咱这来台岛为了咱世界的局势，乌俄战争、以巴战争、红海危机、南美自野火日本石川及新疆地震的天灾人祸，求主来怜悯看顾。咱即时咱原来献上咱的祈祷为了过去一年的感谢为了这个事，咱三贴来祈祷。主，你是阮的神，你是阮的上帝。哈利路亚！你保阮，你保守阮的一年拢无欠欠。一年阮有损失，阮有死失，阮有艰难，有困苦。阮求你来保守，来祝福，来看顾阮。绝对无互阮为了阮所提名的，因伫个咱热中时常有主你会听，你绝对你听阮的祈祷，你听阮的你时时做阮的主，做阮保护者伫身边，你绝对袂互阮来失去这只应允，就是这个心，主你绝对做阮，做阮的保守，阮的团队。新的一年，阮要用雅比斯对上帝祈祷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互阮开阔阮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阮伫地，保庇阮无拄着患难，互阮无遇到忧闷。新的开始，求主保守建成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心情快乐，逐人搁注意落实教会义上，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的使命。求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的声，只是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你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我先来报告较煞只再来做咱新春的大家团圆的介绍吼。咱今仔日的周报甲明仔载嘛是有礼拜吼。咱
就无共款吼。所以咱教会消息今仔日，咱第一项就是今仔日大年初一吼，也真欢迎大家来遮来参与新春的清茶礼拜。咱大家新年快乐吼！教会共款，每一年往例吼，拢有一个金句红包吼，毋忘即句的金句红包对你有帮助哦。有时啊，上帝就照着安尼来甲你祝福，来甲你安慰，嘛甲你鼓励。所以会记得咱礼拜后来甲牧师领厝吼，毋忘即个嘛是咱旧年读经的正道经文，咱时常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第二，就新春的期间的聚会。咱来讲到吼，就是咱小年夜到初八到14，咱拢周间聚会拢暂停。2月初10大年初一，咱就是今仔日即马就是新春称谢礼拜，咱是合堂。明仔载11号嘛是共款，咱是一般咱的主日礼拜，就是9点半开始，咱就是共款合堂礼拜。那2月初到11，咱爱餐暂停但是咱有关怀部有准备茶点咱礼拜煞会当来交易来享用。第4项是2月18，太阳儿中会南澳教会要来咱本堂来，为了建堂来请安募款，嘛会来做伙献诗，咱大家来为了这项事，咱为他们来祷告，也关心他们所以咱提早来甲咱大家讲，必办心来关心。第5，2月20如此晴空公司咱有一个会友因为一个公司要伫咱1楼的交易厅有一个2手衣的义卖活动义卖所得扣除相关的成本，要奉献予咱教会的宣教基金咱若有兴趣会当做伙来参与。第6，2月25要举行咱第1摆的圣礼典，若要受洗，也是捐圣礼转会籍的兄弟会当甲牧师报名。迄天礼拜后嘛要举行咱2024年的定期贺会，咱的会员的名单已经伫2月11公告伫咱教会公布是大家团契的小组啦群组。请咱若有在职的会员会记注意，所以2月25是要举行圣礼典，还有和会请咱大家注意。团契消息，咱青社团契2月24有一个举办春季一日游地点伫乌来。适逢新春奉献的名册请咱要伫2月18再来就补，再来补灯。好，以上来报告咱要来今仔日是新春的第一天大家会当来做伙组织照惯例我们来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想要咱来讲一个口号啦讲一个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我想我们自己来跟大家来请安，就讲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搁一摆记会起来一遍起。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好，咱即马来，等一下互相请安咱首先要来，我戴眼镜一下。我若有看无到，咱关怀牧师伫后面会协助。我们首先木匠最后了来，我们请志和哥跟太太娟娟姐姐一早来帮我们来指挥谢谢他们谢谢。那接下来就吴家5张路恁也听一要另外一家嘞，听一好了，听一跟潘语言吴雅玲一家还有那个听了牛伯用心乳他们一家人潘语言还有雅玲再来我们就是吴哥吴郎，我们生乐队长还有丽娟，还有吴长老他们一家人，够博彦，还有心如，还有可晴、凯阳，哇，都长得好大，好可爱好，恭喜新年恭喜接下来我看是文和等一下文和等一下文和一家好了，给他让你来，文和还有我的儿子媳妇，还有我的女婿女儿都有来
问到今嘛有家人啊哈，我们家人还有丽娟，我的小姑哈，每年都来哈。问到今嘛有7个人了哈。好，那接下来我看是我们的雅娜的全家哈，有俊杰，还有清光兄，还有嘉南，还有雅娜，还有佳哦，他们一家6个人哈。爸爸妈妈都参加圣歌，还有清光兄在后面哈。好，那我接下来看是佑书全家，还有凯慧在哪里？凯慧还有小朋友在上面上，小朋友在楼上啊，凯慧在这里，我看到了。然后我们进展虾行介绍哈，进展虾，我看到你哦，戴口啊，他都穿了西装笔挺哈，100拢请西装来礼拜堂。好，我们接下来是看我们的。停婚嘛是停婚吗？哦，停婚哦！哎，邵静苗有没有来？邵静苗在后面，邵静苗，我们的碧妍姐，还有我们以后我们陈家的大家长哈，还有是2个孩子哈，明昌跟明星哦，他长那么高，我没伟脸呢哈。好，我们欢迎哦。接下来是要看到谁啊？碧珠姐哈，碧珠姐跟佑丽，还有她爸爸哈，碧珠姐的先生。好，佑丽他们今天来参加咱的建行教会礼拜哈，然后是我们翁哥也全家了哈，翁哥、淑慧、定信、Jenny 哈，好奇来全家，翁家4个。好，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坐做伙哈嘛，是家里的团聚哈，来过来，哈鲁这跟甜后兄啊，囡仔有来不？明仔载回娘家，他女儿哈，好，我知道好。那接下来后面明星看到，然后接下来是谁？小红哈，小红一个来穿新衣戴新帽，小红，我们张映玉姐妹哈，还有倩茹跟静秀姐哈，静秀姐哈因为从那边看完，倩茹跟静秀姐。那后来是我看到佑梅姐跟周先生。佑梅姐、周先生，打了100弄来指挥哦，哈，我都有看得到。那我看到后面是秀文吗？那个小红旁边，那个是社青的那位姐妹，秀文，不是阿环姐的媳妇秀文哦，是另外的秀文。是我们社青的姐妹，对我有看到是社青，她都来参加礼拜4哈，礼拜天有来。那接下来是周洋还有儿子吧哈。对，还有志玲姐，对，还有志玲他们全家，嘿，他儿子礼拜新春都有来哈，过来好星座，我看到迄个一年一摆玉女姐啦哈，雅各还有盛雄，隔壁那位是谁？我看不清楚，玉女姐哈，过年来一摆。大军，我没有看到你，大军站起来，大军因为戴口罩。好，我们换这边哈，很高兴的，咱家有云云姐坐在第1排，家人都在美国啦哈，来，应该有囡仔有倒转来哈，孩子有陪他过，还有佳明有没有家人来？没有，佳明，我们的。财务哈，过来，淑娟，老公在上面啊，我看到梦聪在上面哈，有谁人登来哈，来过年哈，好，我们看到他，过来跳，魔术帽算我们的，魔术帽是领导最后一个好，来，王兰姐，哇，好棒哦，王兰姐来礼拜呢，王兰姐跟。我们的长辈王兰姐过年嘛是来条件上的美金姐照顾她的美金姐。那刚刚我牧师讲的，我们的雅明跟海芬从日本回来的还服侍，感谢主，感谢上帝尽心服侍。那我们还有我们的亲戚秀荣姐跟Jenny也丽莹。秀龙、丽莹接下来是秀龙的弟弟文聪跟弟妹盛红，是我们亲戚他儿子媳妇一家过年新春都会来建成做礼拜。来，我们这个谁？维聪跟小可，社青的维聪跟小可，好。
然后我们楼上的我来看一下，照明全家，照明全家挥手一下啊！小豆豆，小朋友挥手西一下。那后面是光裕吧？光裕跟太太还有以翔哈，你的孩子哈，好。那后面是谁？我看不到，后面不见了啊，往前面隔了一层玻璃，有时候看不太清楚。那第一排是我们的，第一排是这你是哪一位啊？建仁呐啊，是我们家亲戚来，我们的林子姐，原田林子的全家哈啊，建仁也是我们家亲戚哈，全家哈，建仁跟太太还有谢姐没有来啊，茂南兄没有，茂南兄啊，有了茂南兄遮住了啊，茂南兄哦，今天你茂南兄全家都在哈，回来哈，好欢迎，好请坐。咱有看到英杰跟沥青哈，从加拿大回来哦，在后面，欢迎他们。后面还有谁？后面有周明、燕萍。燕萍跟周明，还有那个帅哥是谁 ？Kevin 啊。Kevin 哇 ，Kevin 竟然那么帅了，我认不得了啊！对，昭明、燕萍还有 Kevin 哈，好，还有谁我没有介绍到？音控室。啊，音控室是谁？简大哥。简大哥，音控室，谢谢钟情一家人啊，钟情没有看到人了。好，新春这么很开心，大家团聚在一起。啊，牧师，最后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牧师嘛，还有黄之美牧师，还有林义杰牧师很认真拍照，还有李子瑜，还有子爱，全家牧师。我们谢谢咱楼下这一年来牧师对我们的牧养关心，还有常常从金门带好吃的贡糖给我们吃，谢谢牧师的牧养，我们拍手一下。好，新年咱快要拄啊迄句要搁讲一遍，唔忙恁会记得无？来，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搁一摆，咱就来结束预备起，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好，咱来唱颂龙上营信息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来，请会众起立来吟。主耶稣讲，伊的身躯是为咱所拍破，伊的肺是为咱所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恁会当持守甲主所立的约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避讳，咱楼骹有茶点吼，请咱大家较咱落去楼骹交易享用。我们可以请殿乐之后，怎么再离开座位？在殿乐的同时，我们安静来祷告，感谢我们的神。